老友記，你今日返到屋企，不妨去廚房望下你個雪櫃頂，係咪擺滿咗零食雜物，甚至直接架住一部微波爐？我同你講，呢件事比你想象中嚴重100倍。雪櫃喺風水上根本唔係普通嘅家電，佢係全家人嘅流動財富，係廚房裏面守護金錢進出嘅關口。雪櫃頂部一旦放錯嘢，等於親手將自己個財富壓住燒毀，而且日日喺度漏財，漏到你根本唔知點解揾翻嚟嘅錢總係留唔住。我見過太多呢類例子，有人好識揾錢，生意場上風生水起，但月尾一睇戶口數字就係上不去，亦有人打固定工，明明冇大筆使費，偏偏一有錢入嚟就出事。架車要整家電要壞，柒如係來嘅開銷，總係將全款歸零。呢啲人走入廚房，我唔使開雪櫃，光係望到雪櫃頂嗰部微波爐，心裏面已經有數。今日呢篇文章，我唔單止要話你知雪櫃頂部到底做錯咗乜嘢，仲會按照一個非常重要嘅順序，教你一套幾乎唔使花錢嘅化煞方法。但呢個順序你一定要由頭聽到尾，因為中間只要有一個步驟做錯，效果就會大打折扣，甚至白忙一場。所以接下來嘅內容，你當作聽緊一個風水師傅喺你面前一步步帶你操作。我哋逐個階段嚟。首先你要建立一個觀念，廚房係家中財富嘅中心，而雪櫃就係呢個財富裏面最關鍵嘅保險箱。我哋將食物存入去，俾佢保鮮。食物代表嘅係食物，係養命嘅資源，呢啲資源用金錢換翻嚟。所以雪櫃嘅狀態直接反映出你金錢嘅保存能力。雪櫃運轉正常，內部乾淨整齊，存放嘅嘢適量又新鮮，通常呢個家庭嘅財務狀況就會好穩健。相反，雪櫃如果亂七八糟，堆放過期食品，或者更嚴重嘅被不該放嘅外物壓制，就會形成風水上所謂嘅破財格局。而最容易犯，卻亦係最致命嘅一個錯誤，就係將會發熱嘅電器擺喺雪櫃頂。你如果而家雪櫃上面擺住微波爐、焗爐、電飯煲，請你一定要聽清楚。雪櫃五行屬金，佢嘅外殼係金屬，內部製冷系統亦代表金寒嘅氣場，掌管嘅係收拾儲存、財不露白嘅力量。而微波爐、焗爐呢啲嘢一插電就產生高熱，本質屬火，火直接壓喺金嘅上方，呢個就係風水上講嘅火燒金煞。錢財屬金，你用烈火壓喺財富正上方，等於每日都喺度燒緊自己嘅錢。點樣燒？唔係真係起火，係你會發現屋企嘅開支變到好奇怪，錢使得好快，而且成日使喺莫名其妙嘅地方。明明呢個月冇買乜嘢奢侈品，信用卡月結單一嚟就比預期多出一大截，或者小朋友突然要交咩費用，長輩嘅西仔檢查呀需要多一筆開銷，總之就係取唔到錢。火燒金嘅格局仲有一個特徵，就係錢嚟嘅，同時亦帶住是非，容易有口舌爭執。尤其是夫妻之間為咗金錢觀鬧交嘅頻率會明顯增加，因為火喺上方唔單止燒金，亦將屋企嘅火氣向上逼，情緒就容易浮躁。你可以回憶一下，係咪將微波爐擺到雪櫃上面之後，嗰一陣子屋企嘅開銷就開始剎唔住？有啲人甚至覺得咁樣擺好方便，煮完菜轉身就能加熱。動線好好，但風水唔係講動線，係講氣場。你將火擺喺金上面，雪櫃嘅壓縮機本來就喺努力維持低溫，上方卻被持續加熱，連帶令雪櫃嘅運轉負擔變重，實質上亦耗電，形同錢財雙重流失。所以呢個第一個破財大忌，我歸納俾你聽。你雪櫃頂上擺發熱電器，火燒金，財富被燒乾。如果你聽到呢度，心裏面已經有點不安，咁接下來嘅第二個陷阱可能更難察覺，
因為佢同我哋隨手亂放嘅習慣有關。好多時候你根本唔覺得嗰個係問題。呢個陷阱就係雪櫃頂上堆滿雜物。我講嘅雜物唔單止係電器，亦包括嗰啲你覺得暫時擺下冇所謂嘅嘢，膠袋、保鮮盒擺咗2個禮拜仲未拆嘅包裹，由超市買翻嚟嘅備用調味料，甚至有啲家庭會將藥袋、藥盒順手掟喺雪櫃頂。呢啲嘢喺風水上形成一種叫做壓頂煞嘅格局，財富嘅上方被無關緊要嘅嘢壓住，象徵嘅就係你嘅財運被壓制出唔嚟，做乜嘢事都覺得差臨門一腳。你可能好努力，但升遷名單公佈嗰陣偏偏唔係你。你可能想投資，但每次都剛好錯過時機。壓頂煞最明顯嘅感受就係好事總係輪到自己，有一種被蓋住翻唔到身嘅鬱悶感。特別要提醒嘅係藥品，藥品代表疾病病符，你將藥擺喺財富正上方，等於讓病氣壓在財運頭上。長久下來，屋企嘅成員容易大小病不斷，而且賺來嘅錢真係有一部分固定流向醫療開銷。所以我建議你而家就可以走到廚房，將雪櫃頂上嘅東西全部掃過一遍，只要唔係雪櫃本身嘅零件，統統拎下來。呢個動作本身就係風水調整嘅第一步，讓壓在財富上嘅負能量先卸掉。你會立刻感受到廚房嘅氣場好似輕咗，嗰種悶悶卡卡嘅感覺開始鬆動。如果你暫時冇時間整理，你記住一個原則，雪櫃頂上最好什麼都不要放，保持淨空，讓財富的氣可以自由流通。如果你是因為廚房空間真嘅太少，非得利用嗰個地方不可，我後面會教你一個唯一嘅例外擺法，但這要搭配特定嘅化煞物品，不能隨便擺。但係只有清空還不夠，因為接下來我要講到第3個破財嘅根源，而且呢個問題不出在雪櫃外面，係出在雪櫃嘅裏面。我遇過太多家庭，雪櫃頂整理得乾乾淨淨，甚至也懂得不放電器，但財運還是不順。結果一打開雪櫃門，答案就藏在裏面。雪櫃空空如也，根本沒裝起東西。呢個叫做財富空虛煞。雪櫃就係財富嘅內膽，你俾入面空晒，等於話俾天地知你個財富係凹陷嘅，裝唔滿嘅。呢類人賺錢能力未必差，但錢一入嚟就向倒落穿窿嘅袋，咁無厘頭就使晒，完全無積蓄嘅感覺。咁明顯嘅狀況是，一旦戶口裏稍微有點存款，就會出現一個剛好嘅花費理由，讓你始終處在剛好打平的邊緣。點樣嘅雪櫃先至算空？我俾一個簡單嘅判斷標準你。如果你嘅冷藏室一眼望去，層板大部分都係空嘅，或者只有幾罐飲料、半顆高麗菜、一些瓶瓶罐罐，但幾乎見底，那就是空。如果你打開冷凍庫，裏面只躺着一包冷凍水舊跟幾塊冰，那也是空。風水上雪櫃最理想嘅狀態係7分滿，你要讓它保持在一個有餘裕但不擁擠嘅飽滿感。食物擺放整齊，分類清楚，看得見新鮮蔬果的顏色，呢個財富才會呈現一種穩穩吸納錢財嘅氣場。有一點很重要，存嘅食物不能過期腐敗，那會形成財富裏嘅負氣，讓你嘅錢財沾染戾氣，進來不久又漏出去。定期清理過期食品就係幫財富做代謝。我教過好多學員一個好簡單嘅方法，叫做視覺上嘅豐盛。你不需要花大錢塞滿整個雪櫃，但可以準備一些內放嘅代表好寓意嘅食物，比如放一盒雞蛋，象徵圓滿跟孕育財富嘅可能；放一包沒拆封嘅乾麵條或米，代表長長久久、細水長流；放幾顆蘋果，取其平安和圓滿的意涵。呢啲東西不必一次全部塞進去，但至少要讓雪櫃從每一個稿度恨過去，都不會出現大片空白。
當雪櫃呈現出豐足嘅狀態，你住在裡面嘅人潛意識就會感到安定，進而在現實中做出更有利於累積財富嘅決定。即係有心理學根據嘅，風水跟心理本來就互為表裏。聽到子女，你可能已經開始盤算，等下要咁我調整雪櫃啦。但係先不要急啊，因為我接下來要按照一個特定嘅步驟順序，帶你把前面這三大破財煞氣一個一個解掉，並且轉化為聚財嘅格局。呢個順序你千萬不能弄反，因為如果冇先把煞氣試掉，就直接補財，效果會被抵消，甚至會把煞氣鎖在裡面。我哋一步一步嚟，第一步就剛剛講嘅，把雪櫃頂貼底清空，用乾淨嘅濕布從雪櫃頂到雪櫃門嘅膠條側邊都擦實一遍，這不是單純嘅清潔，而是以意念帶動氣場的更新。你在擦嘅時候，心裏可以默想：我現在把阻礙財運嘅穢氣和壓力清除掉，讓財富重新呼吸。不要小看呢個念頭，風水佈局裏人嘅意識本身只是一股很強嘅能量。清空嘅同時，絕對不要就係把任何雜物放回去。如果你本來放呢係微波爐，請另外找一個平穩嘅遮面安置它，遠離雪櫃和水槽，避免火和水直接對沖。呢個清理嘅動作本身就已經在幫你止漏咧。很多人在做完這一步之後，當周就會出現一些小財運，像是有人突然還你錢，或者找到以為搞丟嘅價值不菲嘅物品。第二步，準備一個銅葫蘆。葫蘆在風水中是化煞收運嘅寶物，銅製嘅葫蘆同時具備金嘅屬性，跟雪櫃嘅金氣相合，效果最強。大小沒有絕對嘅硬性規定，你去找那種高度大約3寸到5寸之間，線條圓潤，可以平穩站立嘅小銅葫蘆就很足夠。把呢個銅葫蘆放在雪櫃頂嘅正中央。如果雪櫃頂有弧度不好放，你可以用一小片防滑墊墊着，但千萬不要用塑膠或壓克力材質，會影響金嘅能量。放嘅時候，葫蘆嘅開口要朝上，象徵吸納上方一切不好嘅氣場，同時把雪櫃財富嘅氣往上引導，成為一個循環。銅葫蘆放在這度，主要嘅作用是化解原本殘留嘅火燒金魚煞和壓頂病氣。就算你現在已經把東西移走佬，之前長期累積嘅負面磁場還是會依附在雪櫃周圍嘅空間裏。銅葫蘆能夠持續地把這些毒氣吸收轉化，不讓它有機會再回頭影響你嘅財運。如果你真係找不到銅葫蘆，用天然曬堅嘅真葫蘆也可以，但效果會慢一些。銅葫蘆還係首選。第三步，我哋要開始佈置雪櫃嘅內部，這係最關鍵嘅聚財實操環節。之前清空雪櫃頂和放銅葫蘆，都係在為這一步鋪路。你現在去準備一個全新嘅紅包袋，最好是傳統嘅，上面有裝金吉祥字樣嘅長方紅包。在紅包裏面放入新泥，金額我扣你2個選擇，你可以放一張面額較大嘅銀票，比如1000元，或者用6張100元現到成600，取66大順嘅意思。重點是這筆錢放進去之後，就不要再拿出來花掉，它是你的壓庫錢，係鎖在財富底層嘅錢母。把裝好新嚟嘅紅包口確實封好，打開雪櫃冷藏室，在冷藏室最裏面最不容易被移動到嘅角落，將你個紅包直立或平放都可以，但盡量不要被其他食物壓住。呢個動作嘅風水意義在於，你在財富嘅深處埋下了一筆永久嘅屎金，讓財富永遠不會歸零，以錢引錢，以富養富。很多做生意嘅學員跟我反映，續完壓庫錢之後，最大嘅改變不係突然發大財，而係營業額開始變嘅很穩定，不會呢個月高峰，下個月就掉到谷底，客人也比較少臨時取消訂單，呢就是財富有底氣嘅表現。
除咗壓庫錢，你還可以再準備一個小嘅陶瓷聚寶盤，或者一個乾淨嘅玻璃小缽，放在雪櫃裡面嘅其中一層，裡面放一些五穀級雜糧，比如紅豆、綠豆、糙米，同樣象徵五穀級豐登。但如果你嫌麻煩，壓庫錢你呢個紅包就已經是雪櫃聚財法嘅核心，做到這度，你啲雪櫃就已經從破財嘅漏洞變成一個會把錢吸住並且慢慢養大嘅聚寶盤。接下來嘅呢個細節，很多人會忽略，但它是整個佈局能不能長期維持嘅關鍵。那就是雪櫃門嘅開關習慣。你嘅雪櫃門一開一關之間，風水上就寫在跳動財富嘅氣。正確嘅用法是，打開雪櫃之前，先想好你要拿冚門一開，動作利落，東係拿好就輕輕關上，不要站在雪櫃前面發呆，讓冷氣一直往外泄。這不只是為了省電，而係不要讓財富嘅氣無謂地散失。你回想一下，我知有啲人習慣打開雪櫃門之後，就開始慢慢想今天要吃一麼。門開着10幾20秒，裡面嘅冷氣化成水珠，等於財氣液化流失。長期咁樣錢就真係像融化一樣，一點一滴不見，聚不起嚟。所以教育家人，尤其是小孩子，雪櫃門不要玩，不要開開關關，從小地方把錢守住。我哋把整個邏輯重新順過一遍。最先你被雪櫃頂上堆東西嘅習慣點進嚟，以為只係整理收納嘅問題，接着你發現放微波爐是火燒金，放雜物藥品是壓定殺，這是兩個從外面破壞財富嘅殺氣。然後我哋打開雪櫃，找到財富空虛呢個內在漏財嘅根本原因。在你知悉這3大破財禁忌之後，我再按照清雪櫃頂、放銅葫蘆化煞、紅包壓庫錢穩庫、維持雪櫃7分滿這4個步驟，讓你親手把破財嘅風水翻轉成聚財嘅格局。呢個順序是依照風水原理，裏先易後補，由外而內嘅邏輯設計嘅。前面任何一個環節，如果跳過後面嘅效果就要減半。我現在要告訴你一個更高嘅佈局觀念，讓這套雪櫃風水不只是獨立運作，而是能和你整個廚房甚至整個家的財富系統串聯起來。你記不記得我之前講過米缸風水？米缸代表嘅係固定財富，依家嘅主食根本是長久穩定累積嘅財富，而雪櫃代表嘅是流動財富，係日常金錢嘅進出循環，一個主手，一個主流，兩者搭配起來才叫完整。你已經把雪櫃跳醒好之後，如果再回頭去檢視家裏嘅米缸，確鵝號米缸常滿，放在廚房穩定位，沒有避日器對沖，咁這兩個財富就會像兩個互相幫補嘅水庫一樣，一邊穩固根基，一邊活勒市金，形成廚房嘅財富雙核心。很多觀眾看到指導會回去找那一集米缸風水嘅內容，讓兩個方法一齊做。呢種頻道內嘅互相帶動，對你來說就會一次學習雙倍效果。最後，我想跟你話一個很重要嘅觀念：風水佈局做完之後，並不是躺着等錢從天上掉下來。雪櫃跳醒好啦，你嘅財富已經從破損變成健康狀態。接下來你要做嘅就係持續讓它運轉，也就是說，你還是要認真工作、認真生活，但不同嘅係，你賺到嘅錢不再會莫名其妙消失，你會開始感覺到存得住這3個字嘅真實力量。可能下個月你發現自己沒有刻意省錢，但戶口數字比以往多了一點，可能突然有個小兼差機會自己找上門，而你也剛好有餘裕接下來，這就是財富穩定之後氣場改變帶動嘅實際變化。今日同大家拆解完雪櫃嘅風水秘密，大家係咪發現原來平時一個唔注意嘅壞習慣，竟然係日日喺度幫你漏財？要扭轉呢個局面方法，其實就喺你對手上面。第一步，立刻清空雪櫃頂部，搬走所有雜物同微波爐。
第二步，喺雪櫃頂正中間穩穩陣陣擺好一個小銅葫蘆。第三步，喺雪櫃冷藏室最深處藏好嗰封辛辣紅包做壓庫錢。第四步，以後開關雪櫃快手啲，唔好開咁耐。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冰箱聚財法幫到手，請你順手幫呢條片點個讚，當係為你嘅財富正式開光。隨後，如果你對廚房或者雪櫃嘅擺位仲有疑問，記得喺下面留言區話我知你屋企嘅情況，我哋同好會嘅師兄會抽時間逐個幫你解答。最後，將呢條片轉發俾身邊成日喺雪櫃上面搭微波爐嘅親友，你幫人避開破財大忌，自己積落嘅福報自然會更厚。最後記得訂閱埋我哋頻道，撳埋個小鈴鐺，揀全部通知。下半年我哋一齊穩住財富，盤滿缽滿。我哋下次見。